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欢迎大家返来咱属灵的大家庭——永光教会，做阵来敬拜上帝。提醒大家几件代志吼。礼拜堂内底毋通食米，请甲手机开出来，请关机，也是改成震动的模式。多谢大家的配合。兄弟姊妹，大家早早！看见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当回来到伫咱永光教会，这是一个真欢喜的道路，对吧？当咱对咱的厝行，也是坐车，青珠长老就对龙潭，青珠长老对龙潭是，所以虽然安尼规路坐公车坐来到这。总是这个路是稳定的路，阿门。阿门。哇，住伫中和的野手，住伫永和的野手。哇，感谢主，不管是中永和，还是别个所在的，你既然对你的门出发的时，迄个稳定的路就开始，阿门。阿门。所以你得哪行，参照耶路撒冷，行上山来到伫耶路撒冷，因为咱是夜目五山，咱夜目五天，阿门。这就代表咱基督徒，咱是有五望的，咱是有信心的，咱唔是行到对个山砍落去，所以咱是五顶悬来行，阿门。上帝伊讲伊要赏赐咱信心，互咱每一个礼拜倒来到伫教会敬拜时，就是上帝听咱。上帝讲我听你，咱倒来敬拜上帝，嘛是咧表达咱听上帝，阿门吗？阿门。是听上帝的人，伊就会倒来到这。来敬拜上帝，所以你今仔日的敬拜是充满尊贵。你来甲隔壁讲，你的敬拜充满尊贵。你的敬拜充满尊贵。阿门。来，这时牧师邀请咱起立，咱已经准备好咱的心，由圣神来充满咱。哈利路亚！咱举起咱的双手，举起来无？会吼！哇，因为咱要互圣神充满，所以咱愿意把咱的双手。举起，咱做伙来邀请圣神，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意爱你，圣神我意爱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有30秒的时间，你家己甲圣神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伫这个时刻，你互阮的心独独归向你。阮无搁有这个世界、家庭任何的牵绊，阮的心思意念
专要定义伫耶和华上帝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而主圣心来充满。哈利路亚。咱这个时，咱用使徒圣经，咱要过一摆来告别你我对上帝的信。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道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的上帝是赏赐活力的上帝，伊是一个儿乐的上帝，所以咱嘛要对伊来儿乐。阿门。阿门。你来甲隔壁你讲，咱要开嘴跳舞来儿乐咱的上帝。咱要开嘴跳舞来儿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的国是无忧当的国。阿门。所以咱嘛有无忧当的信心。阿门。主就是我无忧当的信心，大海波浪里存一双抓着我，拄起我的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沙漠，茫茫军队不要回家。大海波浪
回回背路。无退后，也无惊惊，无摇动，也无放弃，因为信是永远袂改变。充满信心的，咱就大声喊阿门，阿门。是咱充满信心的百姓，哈利路亚。第二时要来学乐，第米时嘛要来学乐。咱的心就大大拍开来学乐主耶稣，阿门。当咱大声学乐，上帝就要来依咱，阿门吗？阿门。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吟诗，感谢上主这大恩义，第一是何乐，第二是我感谢，啊你好塞呀，无够呀。我心所敬听，我只好会无遮，有阮踮伫遐，拢无惊。一水的草坡，你欢喜带我去，互阮通甲你当欢喜。然后请兄弟姊妹，你甲边仔的人讲，我甲主耶稣同欢喜。我甲主耶稣同欢喜。阿门。咱做用普个声，做来敬拜主，来请。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吟诗，感谢上主这大恩义。第一是何乐，第二是我感谢，啊你好塞呀，无够呀。我心所敬听，我只好会无遮，有阮踮伫遐，拢无惊。一水的草坡，你欢喜带我去，互阮通甲你当欢喜。一水的草坡，你欢喜带我去，互阮通甲你当欢喜。最后一摆来选歌。一水的草坡，你欢喜带我去，互阮通甲你当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邀请圣神来到咱的中间，阿门，阿门。当咱大大开嘴来学乐伊，上帝君王就已经降临伫遮，阿门。哈利路亚，邀请兄弟姊妹，咱靠无主耶稣，咱靠无上帝的同在。当咱愈济靠无上帝，特别大大来充满咱，阿门。阿门。敬敬耶稣，你坐伫宝座顶。
充满的家。对头来唱一摆，献给耶稣。献给耶稣，你这的宝座的。哈利路亚，荣耀充满的家，君王降临的家，咱现在来唱歌，歌舞你最后，荣耀归你生命，君王降临的家，能力全地充满，好撒那归你，只管的主耶稣。好惨就看到伊的宝贝囝、宝贝查某囝，
伫遮同齐合一，金丝俄乐伊。阿门，咱来想看上帝伊的心是欢喜的吗？阿门，哇！上帝的心，上帝看了拢伫遐咧笑，哈利路亚！因为咱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咱伫遮俄乐，伫遮敬拜，阿门吗？所以咱是有阳光的。你来甲隔壁，你来讲你充满阳光，你充满阳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阳光的囝儿查某囝，就有阳光的气力来为着上帝所关心世界的事来祈祷，阿门。所以咱即马，咱要来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咱的台湾最近有平静无？哇，真无平静，有遮的风台来的风灾，哇，还佫有遮的在野党、执政党遮的真侪遮的谣言，真侪遮的对咱台湾不利、对百姓无鼓励的言语一直出来，这就是魔鬼的声音。所以咱基督徒，咱爱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耳仔来听上帝话。所以礼拜日你一定爱来敬拜，啊无你规礼拜你伫咧厝拢是咧听遐杂声。礼拜日爱来敬拜，小组爱来聚会，阿门，阿门，阿门。所以这时咱要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求上帝怜悯，伫关税顶悬，上帝来稳台咱赢过全部稳台咱，敢毋是？求上帝帮助，互咱两岸会当平静。上帝来做王，阿门吗？这个举起咱的正手，咱奉耶稣基督，互咱的基督的权柄，咱勇敢来宣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完全我的台湾交给你的手，主啊，台湾的平安是伫你的手，不是伫人的手。所以主，阮知影，阮的台湾是你所收赐的土地，是一个宝地。主啊，而且耶稣基督要掌权做王，圣心要充满。主啊，你予阮的大总统，予因的真正的团队，有上帝你的智慧，予因有迄个信心是对上帝来。予这个在野党，上帝你予伊有一个和平仁慈的心。主啊，你也帮助予阮这风灾，这损害遮农民，主啊，你建设因，予伊就主你来面来领受主你的车。主啊，因为你是稳定的主，愿求你就来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俄勒主，咱耶稣来俄勒，咱来传个阮王降临家。上帝啊，阮阮献上，你就要看顾阮的台湾。荣耀归你宣扬，阮拢将你比较，人对中的小花，我散那归，奇怪的主耶稣，耶稣降临比较。圣洁的君王降临伫遮，圣洁的耶稣降临伫遮，遮是倒位？台湾，台湾，伊的能力充满全地，全地伫倒位？充满伫台湾。
每一天回去，拢爱为着台湾来宣告。圣洁的耶稣充满伫台湾，伊的能力充满伫台湾。阿门。咱的话讲出来就有气力，话讲出来就有气力。阿门。咱搁一摆用咱的普阿声，规眼光，互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要喊话3摆，哈利路亚，互咱所有的恶乐拢归伫天顶阿爸爸，哈利路亚3摆哦，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我师傅看到大概有20个，哇，迄个心讲，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是荣耀的，真有气力。有的吼，还未迄个器械还未准备好，所以无啥惊都袂赢哦，吼！哈利路亚，搁一届哦，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即时，哈咱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罗马书12章第3节到第8节，咱做阵来引请。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上悬，着照上帝赐互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逐个肢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虽然咱有真侪人，毋过伫基督是一体，互相做肢体。照上帝赐予咱的恩赐，咱逐个人拢有无相同的恩赐。宣讲的信息的人，着符合信心宣讲；服侍的人，着全心服侍；教导的人，着专心教导；劝勉的人，着专心劝勉；真济的人，着慷慨；领导的人，着热诚。做主神的人，着甘心乐意。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生命的帮助。即是要请咱本堂周信龙牧师，伊要讲道的信息是恩赐甲服侍，请。还是今晚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早起伫遮会当做伙来敬拜。天气热着啊，袂要紧，咱行路流汗，这是健康啊。行路为着耶稣来行，安尼好无？阿门哦。所以天气热啊，总是咱为着要敬拜，为着要服侍，为着要传福音，咱流汗。我相信这是一条稳定的道路。阿门。感谢主，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吼，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啊，感谢主，上帝的话语会当做咱逐日的帮助。嘛会当成做咱及时的帮助啊，这是真重要的吼。伫每一时刻，当咱丢丢的时阵，当咱面对惊吓不安的时阵，咱拢求上帝将伊的话语来指示咱，指点咱的道路。我相信就是透过伊的话语，会当来帮助咱建立伫坚固的信心，来行这条充满盼望、信心甲喜乐的道路。阿门。这是咱基督徒每一日拢会当做伙来经历的吼。那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恩赐加服侍，恩赐加服侍。真感谢主，咱读经的计划读到今仔日咱罗马书就读了后吼，明仔载开始就要来读约书亚书吼。这就是咱读经的这个的过程来吼，所以感谢主，牧师嘛，互咱看，我嘛是真努力会当来
来写即个咱的导读的经文，佮有遐不断来宣告，哇！这对咧咱每一日拢有一个真极大的一个祝福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拢做伙来，无论伫读圣经、伫祈祷伫早天的祈祷会，咱拢会当一步一步对着脚步来行。我相信咱的信心若愈坚固的时阵，这是对咱甲家庭的一个祝福。阿门。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代志哦！咱看罗马书读到今仔日第16章就来完成。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保罗真用心来写罗马书。伫保罗所写的新约的书信，伊有写13卷咯。这个13卷内面，罗马书会当讲是上界重要，因为罗马书是真有系统式在甲咱了解。互咱了解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的信仰是甚物。保罗上帝互伊有过去的这财物的学习、研究的过程，但今仔日上帝使用伊，通互伊去到伫看世界、看因的区域来传福音，也透过安尼，伊面对的是各种无共款的人。总是上帝互伊透过伊过去得到的材料，成做文书来使用的时阵，咱就看见伊所写的书信就影响到现在，咱拢有缘在读伊的这个书信吼。所以四福音书，咱知这就是在描写耶稣的生平的这个传记，伊伫这个世间。33年久所讲的是甚物？所做的是甚物？这个咱会当对四福音书来看去，就是罗马书更较重要，是在探讨耶稣基督的死所带出来的意义是甚物？耶稣基督的死甲你我的关系是甚物？耶稣基督的死对教会来讲又阁是甚物？对人类来讲，迄个影响、迄个目的是甚物？伫罗马书内面会当真清楚来了解吼，所以咱感谢主，特别伫罗马书内面真重要的信息，伫即大家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拄啊伫即个福音顶来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对神，至高伫神。就亲像圣经所记载的，义人要因为信来得到活。哇！这会当讲是整个罗马书内面真重要的义句，嘛，互咱会当来了解讲，咱在读罗马书伫过去这2礼拜，咱在读的过程内面，求上帝就帮助咱，互咱对伊的话语的甘甜会当去体会，这对于我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咱看。第16世纪的德国的神学家马丁路德，就是因为伊不断伫遐研究罗马书的时阵，伊发现讲，这个天主教较会要得卖赎罪券，要叫这个上帝的百姓透过安尼就会当来赦免，好，上帝赦免人的罪是用赎罪券吗？伊最后讲，无，你过去的祖先，你。所犯的罪即马嘛会当甲赦免，只要你买赎罪券就会使。明仔载后日你要犯的罪，你嘛会当先买赎罪券起来扛。哇！所以伊对上帝话语，特别对罗马书去体会、去了解了后，伊感觉讲毋是因为赎罪券互人会当洗去罪过，成做义人，毋是，是因为咱有信。上帝就看咱有相信，咱深信伊，相信耶稣基督会保护、会洗清咱的污秽。那安尼，咱就会当算做义，毋是称做义，是算做义。所以，伊就提出第95条的论纲，搭伫礼拜堂的头前迄搭遐。对安尼，伊本来是要提醒天主教教皇，这顶面的首领来了解、定心来思考，无想到因为安尼就开始带动整个的宗教的改革，后来就产生了新教，对吧？新教就是咱的基督教咯，所以旧教是天主教，新教就是基督教。
所以咱看伫罗马书内面，保罗上帝予伊有一款的温素，将对伊对耶稣基督的认捌，对耶稣对十字架死，然后搁活了，这甲你我的关系是甚物？伊伫罗马书内面有真透彻来互人知影，所以罗马书非常的重要。阿门。咱甲隔壁讲，罗马书足重要的。是哇，你爱常常读罗马书，会当帮助你对即个基督教的教义，还是讲神学啊，即个部分会当真清楚来了解吼。那安尼，咱读过，咱就知影啊，罗马书第1章到16章中间，第1章到11章，拢在讲基督教的教义的物件，吼，拢在开帖，互咱知影讲。基督上帝的救恩是甚物？吼所以迄个是较教义性的、较神学性的物件。总是伫12章开始，保罗就用较要安怎将即个信仰会当对生活来显露出来，来行出来。对12章内面，咱就会当来看见吼。所以这就是整个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阵真重要的一个。互咱会当了解，咱读第1章到11章，咱就真清楚，迄个较思想式的、较哲学式的思考来辨明吼，伊真正是用辩的辩论来辨明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对基督徒来讲，对12章开始，要安怎有一个新的生命？要安怎将基督的福音活伫生活内面，来面对社会人，还是教会人，还是家己，还是家庭？哇！伊伫即个中间就真清楚来，互咱来了解吼。所以感谢主，即个真系统性的罗马书内面有真济真重要的金句，对吧？吼咱也读，咱看牧师所选的即个个导读的经文，即每一句罗马书所提出来每一句，拢是。甲咱信仰有直接关系，对咱来讲，拢是真重要的经句哦。所以你甲隔壁讲，你会真意爱罗马书的来。对，因为罗马书实在是真值得咱好好来研究，帮助咱吼。奥古斯都嘛是伊对罗马书的奥古斯丁，伊对罗马书来透彻了解了，伊家己认罪悔改伫上帝的面前呢。哇，这是第3、4世纪的神学家咱看真济这些神学家拢对罗马书有真透彻的一个研究所以咱感谢主，透过今仔日咱这段经文，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上帝将恩赐予咱，真清楚，就是咱爱服侍教会，服侍伊的国，然后这通做伙来建立一个属上帝所欢喜荣耀的一个教会，这是上帝的心意，透过耶稣基督予咱的。但伫这段经文内面，牧师提出2项，第一就是恩赐无同款，总是有同一个目的，伫前来买进。咱每一个人恩赐无同款，对无？所以保罗才讲，我凭着所赏赐我的恩。对恁逐人讲，毋通看家己较过头，着所着看的，着照上帝所分予逐人信心的大小来看得合宜啦。这是保罗直接真清楚，互咱知影，伊知影，伊上帝予伊有伊的恩赐，所以伊伫以弗所书伊嘛安尼讲，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也是讲这个工作者。是照着上帝所赏赐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照伊运行的大能来赏赐予我的。兄弟姊妹，咱上帝予咱逐个人无同款的恩赐，对无？牧师馆啦，这个木材啦，这个木工的部分若有安那无好势，你想我会找啥物人？答对了，郑杰，对无？木工我就袂晓呢若讲要正经会使啦，要落空会使，若要修理这就无法度这个便所门安尼奇奇怪怪，想尽办法想要甲修理，都修理无落来。后来才发现奇怪，前个厝主叫迄木工做会较安尼，伊个后柳倒倒柄，
斗倒兵你知影吗？内面迄个绳啊，不是会落落来，吼！绳啊会当甲黏好死无？哈，黏好死就袂顶当啊，吼！想无办法呢，无用啥物甲伊搞咧吼，较袂走出来啊！最后奇奇怪怪吼，嘿无论上帝困吼，奇奇怪怪拢切啊吼，所以只好就请啥物人来？对啦，这是感谢主咱国间已经用心牧师甲伊拜托伊得拨时间来，因为上帝互咱逐个人的恩赐无共款所以咱感谢主，伫咱的教会，上帝拢有互咱逐人无共款的恩赐这是咱会当所了解。所以保罗伫第1节就安尼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来劝诫恁，来劝勉恁保罗毋是用命令的讲恁着爱安怎，毋是，伊讲来劝勉恁，因为安那，逐人若是愿意的时阵，迄个时阵较有法度将真理挖出来。逐人若感觉讲，即条真理的道路是好的安尼，伊较有法度安那。照着伊心内的渴慕来生活伫伊的活出伫伊的生活内面，这是理所当然。信仰也是讲宗教，咱无法度军事化，对无？无法度军事化。来无讲你爱限制每一礼拜9点8点50一定爱报到打卡，有无？你一定爱检查今仔日的奉献有够耶稣无？有无？无嘛所以咱服侍即个信仰、敬拜即个信仰是甘心乐意的，这是保罗真清楚了解，所以伊透过安尼，互咱知影，咱若甘心乐意，咱才会当活出来所以保罗直接讲各人信心的大小，伊毋是咧讲咱得救的信心啦。迄个得救的信心，只要咱相信，就得着救，对无？总是伫遮咧讲的是啥物？是咧讲咱得救了，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工作、伫咱的服侍顶面，迄个信心的大小，上帝互咱的每一个人无共款。有的人足坚定的信心在服侍，总是有人伫安那摇摆摆中间，伊嘛是咧服侍啊，嘛是会使，因为伊悠然过着一个学习追求的一个过程，这是需要。这嘛是应该上帝所欢喜的，所以无论安怎，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伫恩赐甲服侍顶面，咱爱看得合宜啦，看得合宜。意思就是讲，伫逐人，咱袂当稍高估家己，较偏颇家己，就会安怎，就显出咱的自觉来，就无法度，互上帝、互人看见咱的服侍是荣耀上帝。就无法度看见上帝的荣耀凸显伫咱的敬拜、伫咱的服侍内面总是咱嘛袂当想看轻家己。上帝互咱的即个身躯、即个恩赐是贵气的器具，咱悠然就爱安那显露出上帝的权能伫咱的身上。所以保罗在安尼勉励，是对基督徒来勉励，对无？所以毋好伤过自高，嘛毋免伤过卑贱，无想过看无家己，哇，这有容易抓了会准无？足歹抓的呢，足无容易咱若伫较社会地位较悬的人的顶面的时阵，可能咱会看家己较低，伫社会地位较普通的，咱就感觉讲，我比你较悬一个头总是保罗真清楚甲咱讲。咱所有的一切恩赐无共款，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拢无共款。伫迄个无共款的过程内面，咱要安怎会当谦卑来看着家己，嘛会当尊严别人。这就是基督徒咱伫生活甲服侍内面，咱需要好好来学习的。所以我谦卑家己，我尊严别人。阿门。咱做伙来讲好来，我谦卑家己。我尊严别人，阿门。是，这就是咱永光教会咱在讲的，咱有迄个互相尊严的文化，这是上帝互咱的，感谢主。保罗一清楚，就用咱的身躯的肢体
来做一个比喻哦。伊讲就亲像咱的身躯有真济的机体，机体无一定拢共一个用处哦。咱遮真济人伫耶稣基督内面，正做一体，咱互相联络做机体，嘛是安尼啦。吼，伫别个经文内面讲，有人做目睭，有人做鼻啊，对无？有人做手，对无？啊，你袂当讲我规身躯拢鼻啊，安尼是啥物？我规身躯拢手，啊无骹，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差不多在10年前，阮全家去到伫海边，伫迄搭遐休困紧吼，所以去伫海边行行，我就摕一个我的手机吼，摕手机，就看到迄个海影足水的，你知影牧师嘛真爱翕相哦，就安那，就起起一直翕啊，吼，看这海影拍到迄个石头，足水的啊，所以我就紧翕，哇，就像即摆咧紧翕哦，哇，算啊，一直看镜头，无看骹是安怎对无？阵安怎？迄顶面有青池啊，吼，只手搭落去了，就骨哩，规身人就啊飞起来哦，侧身，潘牧师甲两个囡甲阿伦，迄个时阵安娜伫外国，吼，伫加拿大，飞起来，我就啊摔落去的时，潘牧师是挡掉，伊毋敢冲，总是阿伦冲第一名，要甲我救。伊一直冲，应该嘛是青池对无？伊啥做安那？嘛是骨哩啊！而且骨比我更较远。我本来烦恼家己，像爱搁烦恼伊，因为伊袂晓游泳啊，我还搁会晓游泳呢。看伊愈，我都愈紧张。有够紧张的。我摔过的时阵，潘牧师伫后壁看甲足清楚。伊讲等我飞起来的时阵啊，亲像有天使甲我扶咧。所以我摔过去的所在，拄啊一个水窟。毋过我的倒手为着身躯要挺掉咧，头壳要弄着，所以我有去挺。然后我的骨裂开，即个手掌这个骨头4支拢错位，拢走正去，所以马上就正起来安尼。我一直甲囡仔讲无问题，因为阮遐看了。去海边了，搁要看电影呢，对无？电影较会当无去钱已经开落去啊，所以迄暗有去看电影无？有无？话讲有，话讲无，你是叫我安怎？有无？去甲看啦，惊伊迄暗去甲看等下迄暝困袂去透早真去。病院看，医生就讲你这就爱吊三角巾起来。伊讲你拢袂当叮当所以甲你控照过起来，你袂当叮当。你知影吗？我足乖，我足听医生的话，我倒手拢无叮当。总是1礼拜了后，你知影安怎？1礼拜了后，我才疼到要死去啊！肩胛骨才疼到要死去呢。挡袂牢，搁去互医生看，医生讲着粘连啦。你才叫我往叮当，伊讲无啦。你嘛急我讲一下，我着听话着无叮当无，着粘连呢。哇，爱搁注射。嘿，我着想着讲对啊。说实，咱的机体中，上帝互咱这机体无共款哦。伫咱生活内面，你甲目睭讲，目睭今仔甲小只，安尼你今仔我着做甘无？就是讲，甲耳仔讲，今仔小只关起来，拢莫听着别项，你嘛无法度对无？兄弟姊妹，足特别的。保罗在讲这，互我想着我这个过程内面你知影吗？因为迄届了后我无法度，咱讲用安尼挺我的身躯无法度10年10年总是我要甲咱讲，这2礼拜昨天的祈祷会，我求上帝，我的骨头啥，你拢甲我医治。我伫昨下早啊，无拜5下早啊，昨天祈祷会了，转去，
我发觉我的手完全好呢。我即摆会当听咧安尼，会使安尼，足特别咧吼，真特别咯。我感觉讲，我甲潘牧师讲，潘牧师讲，你爱见证，我讲是，我一定爱见证，是，祈祷大有开力。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兄弟姊妹，是，给我去体会到咱上帝享受咱大家无同款的恩赐伫永光教会，无说就是期待咱每一个人对上帝给咱的恩赐，咱好好来服侍伊。阿门。哇！上帝爱我，给我有单甲起的恩赐，我就服侍。我对开始做团队，我就讲我最少我用吉他啊，用音乐服侍上帝，最少嘛爱到70岁对无？是啊，所以上帝就互咱的教会啊，互咱的教会有真济只音乐的同工，会当甲牧师做伙来成就伫教会敬拜内面啊，愈来愈水，愈来愈完全，会当归荣耀互咱的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了解，除非你即个肢体是无甲身躯连结的。若无，即个肢体是一定有功用，对无？倒手虽然受伤，毋过嘛是甲做伙啊。倒手在疼的时阵，心会疼无？头壳会伤伊无？理所当然。所以若是安尼，保罗一只就清清楚，互咱知影，咱共同无共款的肢体是结连伫耶稣基督的，正做身躯。基督是咱的头，咱是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那安尼每一个肢体，咱就求上帝帮助，发挥上帝给咱的恩赐，来敬拜、来服侍伊的时阵，一个肢体若受苦，百体同受苦。这就是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拢会当做伙来了解。所以愿上帝给咱明白，肢体就是肢体，肢体拢是为着身躯来效力，对无？无一个肢体讲我是世界第上高的。除了我以外，拢毋免有别项。无，每一个肢体咱拢相共，因为连结伫耶稣基督，这个成做一个身躯来荣耀伊。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深深的体会了解，会当帮助咱。咱拢属伫基督的，是荣耀甲大能的教会。阿门。咱做伙来讲，来，咱拢属伫基督，是荣耀甲大能的教会。来，搁一摆来，咱拢属基督。是荣耀甲大能的教会，是这对遮会当来了解吼。第二，咱会当过来思考，咱着真心服侍、敬虔专一伫上帝互咱的恩赐的顶面咯。所以保罗安尼讲，照着咱所得到的恩赐，当然无共款，有讲有言的，就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讲，做职事、做工的就专务伫做工，也是教导的就爱专一。专务来教导，做劝解的就专一来劝解，施舍的就爱诚实，治理的就爱温群，怜悯人的就爱甘心。哇！伊用出无共款这的功能，这拢是功能，毋是积分，对吧？这拢是功能哦。这功能是因为透过上帝予咱的恩赐发挥伫这个所在，所以咱就看见，咱的教会就成做一个健全的。健康的得到上帝欢喜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无共款的恩赐，干那一个目的，专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建造上帝所欢喜的教会。阿门。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了解，当咱的肢体有迄个所谓交互作用的时阵呐，交互作用的时阵，彼此帮补、彼此服侍的时阵，咱就看见，咱的教会就更加有气力。有美好的见证伫即个中间，互人看见来荣耀咱的上帝。所以我真心服侍，我敬虔专一。阿门。这就是咱诚做服侍主的人，诚做基督徒，咱拢会当做伙来努力的。所以你看，直接无讲你到退休了就毋免服侍无啦，是毋是？退休了会当继续服侍无？会啊，会当继续服侍。就上帝互咱的恩赐的顶面，互咱时间更较好来排比的中间，咱有缘会当找到上帝为着咱备办服侍的区域，咱继续伫迄搭遐来服侍伊，这是理所当然的。互咱对细汉的到年长的，
连脑的，咱拢有缘会当为着教会好好来祈祷，好好来看见教会的需要伫倒落，咱有气力，咱就来成就，来诚做补足迄个不足的。这就是基督徒你我听教会、听演讲，诚做演讲人，咱拢会当来做的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感谢主。8月初开始，咱透早的祈祷会咱即马我有看到咱的有咱的长老有来参与伫咱的祈祷会中间，我感觉讲是，因为即个祈祷会是对咱的教会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足早，我毋知影咱有即个早天祈祷会，毋过我知影足早会做几个礼拜。若照历史来讲，咱捌礼拜几点开始礼拜？上早几点？6点啊，6点呢？第一堂的礼拜6点对啊？是毋是？对啊，照得对了，对嘛吼？6点哦，我有查过哦，透早6点。咱即马祈祷会是几点？6点半对啊吼？因拜咱的礼拜第一堂的礼拜是6点，哇，真无简单吼！所以咱既然过去有安尼，当然历史在改变无共款，毋过求上帝帮助，互咱会当来分别出来拜2到拜5，咱拢有早天的祈祷会。无一定你有法度逐日拢来，总是你若会当拨1日、2日，也是固定礼拜第几个日，你会当来。那安尼，我相信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关系、对你甲教会、甲这个社会的连结，咱拢会当透过祈祷，更加看见上帝要较使用咱来兴起咱，诚做伊同样的工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有讲，伫遮祈祷会了后有经历生涯的因拢会写起来吼，铺伫赖内面群组内面其他遮的生涯，咱拢会当有一个记录，这对咱教会嘛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祝福。阿门。所以感谢主哦，咱会当做伙来参与透早的祈祷会，生涯不断，这是牧师相信的一件代志。因为牧师嘛感觉讲过去，拢感觉对上帝也是有淡薄的迄个亏欠，感觉安那这个祈祷会，咱因拜咱的教会最少有一个拜3暗的祈祷会对无？当时咱为着要推广咱的小组，所以咱甲拜3暗调去到拜5暗，对无？后来拜5暗了后，感觉讲哇，小组大家时间爱拨出足济，所以甲咱的祈祷会就化做小组，伫小组内面来做祈祷。毋过咱大家做共同祈祷迄个时间却无去，所以这个10几年来，牧师拢感觉讲，对，要安怎恢复咱教会这个祈祷的时间，大家做伙来祈祷，大声来祈祷，来学落伊，来试看卖啊咧，哇！我相信，即马开始，牧师就较踏实，感觉讲是哇，逐日我拢一定对着到，对无？除非出外去，若无一定6点20就伫遐来做备班，带拄啊到的做伙来一个会众的祈祷了，领受意向，然后6点半正式开始来祈祷会。即使你若上班，你讲我可能7点就爱离开，有要紧无？无要紧，你若只要有来，我相信上帝就欢喜就保守你今仔日的路程。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正兄弟姊妹，即摆要到40个要到40个佮努力一下，我相信咱若会当有60个，哇，迄个空间就差不多啦。因为有时咱会当规律来祈祷，当然嘛看咱的身躯的情形，咱拢真自由，会当做伙伫即搭遮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有缘在撒讲爱着有5种的祝福，你我拢会当好好来领受的。咱有主日的礼拜、11的奉献，参加细胞小组、早天的祈祷会，咱的培育的学校，我相信真正兄弟姊妹伫这5项中间，已经有几啊项拢有照安尼在做。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早天的祈祷会，互咱的11的奉献，更较落实伫咱的基督徒的生活内面。这是领受上帝的带领甲祝福真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5种的祝福，
有要欠一种无？无咯，咱逐种拢嘛意爱，阿门。哦，鼓励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哦。吼，咱即届嘛是真特别，就是因为今年去韩国基督院、基督山了后，即个同工感觉讲是，咱着爱接受伫山顶祈祷即款的热情，所以就带转来嘛鼓励牧师勇敢来开始即个祈祷会所以观众遐属灵的种子种落伫咱永光教会即个肥嫩的土地，我相信真紧就会当布芽发芽，也相信上帝要透过安尼，要大大来复兴咱。愿上帝帮助咱，你甲思考，咱开始在思考明年要去黄寒盛会咯。一年365天，你若愿意献出7天，甲伊分别做成，做伙来去韩国的基督山，做伙来参与迄个禁止祈祷的一个挑战，去参与迄个热情的祈祷的迄个上帝互咱的快乐。我相信你付出7天，对你一年来讲有极大的为着你备办的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去一摆有够无？无咯。牧师已经去几啊摆，每一届的领袖拢无共款，每一届拢是带来对教会的祝福。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来相信所以咱伫每年是8月初3到初10，求上帝陪伴咱。我望鼓励少年人开始欠钱，每年会当做伙来去，这是真重要的。好，佮最后一项咱8月31的第5次的街头的报道，咱开始爱来报名，然后大家来备办心。真特别，即届拄8月30，咱有3、4个牧区，嘛是有去户外活动总是牧师的感动是拜六的报道，还拜六的报道。礼拜日是咱做伙来去出来去的。可能天气真热，咱就求上帝，互咱有凉爽的天气嘛，对无？为着福音来流汗，我相信这嘛是基督徒上帝互咱美好的机会。所以请咱备办心，爱来报名，来参与伫8月31咱第5次的街头的报道。有当时要出去真惊吓，总是转来迄个喜乐是搬过遐一切惊吓，对无？当时牧师嘛是丢一个总是相信讲也是继续做，因为这是对教会、对兄弟姊妹带来一个真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更加去经历这个丰盛的上帝。阿门。是，伊是丰盛的。感谢主。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以为所书6章7节，过来，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以为所书6章7节，我问一下，是做爱做？有无共款的口音无？是甲主做，还是甲主做？拢会使拢会使做石头做工做工呢甘心做工做工就怪怪甘心做工所以头尾也是无共款的用音啦，不要紧，这嘛学习一下，搁一届来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安尼两项拢读着。因为所书6章第7节，搁一届来，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因为所书6章7节，阿门。是咱甘心做工，是伫甲主做的阿门。上帝既然互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就透过迄个恩赐，咱甘心来做的时阵，是甲主做的，毋是甲人做的。阿门。咱甲主做，迄个态度无共款牧师讲过就是你伫厝底煮饭切菜，你嘛讲这是甲主做的，对无？虽然囡仔安尼遐歹拢无要听话，煮菜要互送食，互囡仔食，毋过是安怎？
囡仔是上帝的囝嘛，对无吼？安尼有甘心啊做无？迄就无共款啦吼。是感谢主啊吼。好啊，这时阵请咱起立啊，咱要来吟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着咱永光教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个肢体拢会当用温顺来服侍伊，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健康、大有气力、上帝大大祝福的教会。阿门。好，咱开声，咱喊主啊主啊，咱大声来喊主啊主啊三声了，为着咱永光教会每一个肢体，咱开声来祈祷，预备来，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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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多谢你，阮永光教会个主的话语，建立的所在，你有阮中间老你甲老母的所在，我相信你继续通过阮的领袖，互阮的人咱领袖较侪人来敬拜服侍你，阮为阮每一个具体，用愿你的福气温顺来感谢你，阮每一个人照着你，伫阮身躯所互阮的恩赐，不但来服务社会，较重要就是要来建立教会。主啊，教会是你的圣殿，阮无共款的具体，就是要正正合理，互阮敬虔主义的来服侍你。主，阮多谢你，看见阮教会不足的时阵，主，互阮你当举起阮的手来为着教会祝福，嘛成做你的保化他们。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今仔日带领阮来到你面前敬拜服侍你。
多谢你，互阮看见阮的价值，就是阮拢是你的囝儿查某囝。互阮也看见阮的价值，就是你互阮的恩赐。透过这个恩赐，我要来服侍你。互我成做具体的一个，会当结连伫耶稣基督内面，就是伫这个身躯内面有亲密的关系，通互阮每一个肢体拢发挥功能来荣耀你。多谢你将这个信心放伫阮的中间，互我更较知，阮归属你，就是要建造荣耀的教会。多谢你继续引导阮英国教会，继续感动阮，互阮伫5000的祝福内面，会当一一好好去把握荣耀你的名。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姐妹，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会众请坐，事工分享。兄弟平安，感谢主，互咱自己伫遮用喜乐的灵来学乐咱的上帝。这是咱来关心咱的教会事工。好来，咱伫即礼拜咱的导读拄则牧师有讲，咱已经进入到第约书亚记啊，哈，所以咱过来读即个罗马书，来，咱今做后一讲，咱做伙来读哦，来，请我爱恁对好事着巧，对歹事着戆。搁一届哦，来，我爱恁对好事着巧，对歹事着戆。搁一届，我爱恁对好事着巧，对歹事着戆。这是啥物意思咧？就是讲，咱爱伫好的代志，爱甲伊做；啊，歹的代志吼，迄毋对的代志，你甲结个戆戆，莫去插伊的意思哦，吼。所以上帝有伊的智慧伫咱的中间。好的事，你着爱成功；啊，若歹的事，
离较远咧，甲叫个推推怣怣安尼，吼好，所以上帝要互咱好事甲歹事有一个分别。咱对咱的囝儿事实有需要安尼来甲因教导无？阿免，因为即摆足济世界即个歹的代志，因完全袂晓分别，所以爱互咱的细囝，互咱的青年来到伫教会，互因会晓分别好歹的能力，这是即个世代足需要的。好，咱过来看下面。昨有来参加的举手一个来，哇，有真济咱的长辈吼，你有看到你伫内面吼？哇，这是咱上新的新郎新娘啊！吼啊，昨咱的幼生啊，本玉啊，咱的教会，咱家己的囡仔啊，大汉哇，看到因结婚安尼，感觉心啊充满迄个感动吼伊什么人的囝？赵明长老的囝，也是咱的迄个米粒老师的囝吼，对所以咱来介绍新航路的何佑生甲伊的太太何太太林本玉，咱拍拍甲因欢迎，甲因恭喜！哇，上帝祝福这对新人吼咱的后一代，互因伫遮会当接棒成做上帝一个真好的器皿，伫咱的教会来服侍上帝。阿免吗？伤细声，阿免吗？阿免，搁一摆拍拍声来，恭喜恁！好，请坐。咱伫8月底，哇，咱有一段时间无去行街路咯，吼，无去行军吼，甲遮个土地打咧。所以咱8月31，咱要来打咱的土地，打土地就是安怎？要来祝福。所以咱8月31，咱3场做1场的礼拜咱要来去街头的报道无输伫顶个月去到伫韩国，哇，因迄零下10几度，然后落雪，因照常去街头去传福音。哇，因迄款听耶稣基督也阁有就是勇敢，要紧互人来得救的迄款的热情，互咱非常的感动。所以咱是伫8月31，大家把即个时间奉献给上帝，阿门。好，过来。咱的早祷会咱的早祷会，感谢主，咱的早祷会对25个人，到即马差不多39个人、40个人伫早祷会。拄则无输去看咱的儿童家长伫见证讲，伊的囡仔吼拢想要来早祷，6点外来到教会爱几点醒？爱5点外哦。囡仔差不多小二两年、2年。伊讲嘛，伊家设时间哦，设伫个7点10分啦。哇，起来就袂赴啊咧。咱6点半开始，连续2届，一届闹钟哦，佮等了收细声，佮无起来。小2、2年的囡仔，到第3天，伊终于起来啊！是安怎起来？因为伊小弟吼尿床啦，所以规个拢淡起来，伊都爱起来。结果起来的时阵5点外，伊讲哇，我会当去晨祷啊，因为。弟弟尿床，爱互伊起来晨祷，欢喜噶。感谢主，咱嘛有咱的妈妈带伊的查某囝，国中、高中来祈祷。查某囡仔祈祷了，伊讲伊的心感觉伊有真大的智慧，伊要安怎行头前的路。晨祷早时的祈祷是耶稣带互咱的，所以你时间若会使，会当伫即个早起时。一日的早起就是来见上帝，来甲你的规工的日子、时间、人际关系、家庭，拢交伫上帝。所以这是上好的时间甲空间。欢迎各位来到伫咱的教会来晨祷，会当来互兄弟姊妹互相为着你来祈祷。阿门。感谢主。好，过来，咱的教会的中央空调就是咱的冷气吼，全面拢要换新。咱即马有感觉迄个冷气较无遐冷，昨婚礼人足济，所以有热无？真热对个，昨真热所以咱的教会爱紧换，若无吼，差不多拢袂当吹所以咱即马准备伫12月要开始来做这个事，所以咱即马需要即个400万的基金来做这个造作吼。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关心，咱听咱的教会，因为这个嘛是用伫咱的新州呀。所以咱
用基督的心，用奉献的行动来为着咱的教会需要来献上给咱的主，这是通得祝福的。好，过来。好，咱的幸福小组9月咱要开始，是一个真好的季节，所以咱照这个时间来交咱的副长的名单来培养咱的副长吼。好，咱的学校咱的培育学校伫第2场有一个说明会，东港留落来。这是好，下一个。下一个。好，咱感谢主，伫顶礼拜拄好有一个机会，杨子怡吼，子怡伊住伫即马伫新加坡伫读册，子怡就是咱青珠长老的查某孙啊，因为伊真期待会当倒来到伫教会献信礼，但拄好迄个时间无法度，顶礼拜伊倒来时拄好有即个时间，所以礼拜煞了，伊才甲牧师讲，牧师讲来，无来，咱即马咱就来献信礼，所以伫顶礼拜时阵，礼拜煞大家拢走了因提起的时阵咱叫长老过来，所以伫遐临时来甲伊主持即个献信礼。感谢主，互即个青年即马伫新加坡咧读硕士非常的优秀，毕业吧？所以即马已经毕业吧？哇！伫上班啦，感谢主是咱的教会，咱的后代吼继续上帝来祝福伊将来互伊一个真荣耀上帝婚姻。阿门，阿门。好，感谢主过来下晡南门教会吼，新的牧师要来就任我需要去担任因的书会吼因为牧师即马伫中会伫做书记，逐场拢爱我去书会吼，所以就爱有准备各位嘛为着牧师的服侍来祈祷吼。好拜1、拜2、拜3，朴牧师甲周牧师爱去到伫嘉义，因为台北中会有一个牧团会伫嘉义所以我即马是干部，所以我就爱过去吼。好，过来。好，咱来恭喜咱的细囝吼，咱的姊妹，咱的彩题老师甲建宏吼，因的查某囝叫陈欣彤。伊考到师范大学的英语系吼，另外是蜜燕的查某囝子柔考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的医学的硕士吼，拢非常的优秀。信主的人，上帝讲你敬畏我，我就祝福你的后代。阿门。咱的后代毋但伫学术、伫知识顶悬、伫品格、伫信用顶悬，拢诚做人的典范。所以咱嘛为着这个青少年来祈祷，嘛真恭喜因的家长哈。好，过来咱的青少年儿童的舞班咱伫10月18开始，所以咱会当来互囡仔、青少年来参加，以及咱伫星光学院9月开学就开始就是这囡仔拜2、拜3、拜4下课了，就来到伫教会，有咱的青少年带因读册。带因 RPG， 带因导读然后因就开始写功课，佮教1点钟的英语的课，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充实，所以咱嘛若有人愿意的咱嘛会。咱的牧区对拜3，咱的预习牧区第1团要出去吼。第1团因是第1队的要出去，咱拢总有9队哦，第1队要出去的有几只游览车？2只，然后80位拢总满吼，拢总满。咱即马咱伫预习牧区有50几位的 best，50几位吼预习区长52。52位的 best 吼，所以这只的拢是咱把握这个机会来带因来信主吼，所以透过这个佚佗建立这个关系，感谢主。过来就是咱的豆豆牧区是伫后礼拜拜6，预习是拜3，豆豆是拜6，所以还阁有7个名额吼，所以咱即摆已经开放你若想要参加，你就会当来报名吼。好，嘛是一个足好耍的所在。另外，就是咱的永伟牧区，伫8月30，也阁有9个名额吼。咱嘛来会当时间会当来带人来参加。这个是咱的青少年的部分，所以你若是30岁以下，你就会当来报一个吼。
你这有骑脚踏车吼。啊，所以青少年拢是较活动的哦，吼。这个青少年呢，原即届有开放互家长，因为互这青少年的家长，因真侪父母无兴趣，所以开放互因来参加了。因看到咱的活动的内容，看到咱的辅导，看到咱的活动，就知影讲哇，这教会是囡仔值得来的所在，是通信任，是有安全的。所以阮鼓励家长嘛会当来参加，来熟悉咱，吼。好这是兆民的牧区哈，兆民牧区9月就分的哈，所以咱若会当时间嘛来报名。继续为着李瑞婷姊妹甲陈瑜静姊妹两个伫身躯顶的欠缺咱来为着因来祈祷。伫 RPG 的时阵，常常纪念因，阿门，阿门。好，安尼咱报告到这，咱这是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热情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你出来的就好你，恋爱好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光芒大的你，来用咱的好气和对好。请咱的主任牧师来祝福祈祷。但愿赐恩典的上帝，以美妙的圣手，引带恁每一个人的脚步，也圣神的同在，互恁深知，甲伊谈判对伊的道路，一定得到满满的恩典甲保护。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上帝祝福咱，大家请坐。用尽所有的力气，我宣告应许成就。